台南市的二仁溪因为水质污染真严重，经历几十档了后，即卖受污染的比例已经对2002年的100%大大减少到2024年的21.5%。而且伫咧二仁溪水尾的是已经连续3档拢有看到乌面腊杯来遮停歇。几若只乌面腊杯飞过二仁溪，等咧找物件食。那地面上嘛有几若只已经开始咧食。最近这几年是愈来愈接看到乌面腊杯来到二仁溪这口雷啊活动。二仁溪从非常严重的污染，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努力，我们看到它已经慢慢的恢复河流应有的一个样貌，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兴奋的事情，因为它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，只要愿意做，就有希望。二仁溪永过是污染真严重的所在，不过经过几若十年的整治，根据台南市环保局的数据显示，污染的比例已经为2002年的100%大大降低到2024年的21.5%。水质改善也连带反映在生态调查的变化上，二仁溪鱼类数量逐年增加。据调查发现，物种由101年的30种提升至41种。台湾生态保育学会统计，今年台南的乌面腊杯有2536只，比去年加687只。就连过去毋捌出现过乌面腊杯的所在，即马嘛看会到。虽然今仔一个地点的环境有变好，甲整体的乌面腊杯数量变侪无明显的关系，不过也是会当为环境甲水质的改善来看到淡薄仔改变。吃了差不多了。它就会往南一直过来。现在台南市就是说，安南区那边在土城啊，还有在那个市草保护区那边呢，就有地方吃的话，它就会一直往那边去。即马毋但二仁溪出现乌面腊杯，连靠我市区的四昆新嘛会当看到几若只乌面腊杯伫咧蓝地内底找食。若一般乌面腊杯大约伫咧2月底左右。金色的毛才会完全生出来，然后等到3月中，因就会开始飞转去北部，准备生产后一代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